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2，耶利米书31章30安尼讲：早时耶和华对我显现，讲：我用永远的听你。因为安尼，我用慈爱看你。三角来祈祷，要用永远的听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阮来到你的面前，要称颂学了你的名，因为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永活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听远过诸天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代，你用慈爱做阮免流，用恩典带阮行义的路。主啊，愿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当阮未出舞台，你就已经认捌阮、竞选阮。当阮远离你，行伫悖逆的路的时，你犹原用不变的听来款待阮。因带阮活倒转归于你，主啊！对早时，你就对阮应允讲，你用永远的听阮，因为安尼。你用慈爱看阮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